Hi，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。入嚟坐低，斟杯茶先。最近香港有一單消息引起好多關注，就係何栢欣肝癌離世。其實每一次聽到有名人、熟悉嘅人物因為癌症離開，大家心入面都會有一個感覺：點解癌症可以咁突然？尤其係肝癌，因為好多時候身邊有人講起肝癌，都會話之前睇落都冇咩事。呢個亦正正係肝癌令人最擔心嘅地方。正式開始影片之前，有個廣告時間。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，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，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，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？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，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，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，不斷肚瀉嘔，冇晒胃口，搞到冇精神。川渝醫學級褐藻靈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，加上高劑量桑黃，配合治療，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，抑制異細胞達97%，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。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，認住褐藻靈呢個名，陪你走過抗癌路。今日堅叔想透過癌友茶記同大家拆解一下，點解佢係一種比較難發現嘅癌症。作為普通人，我哋可以做啲咩減低風險？首先講返數字。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嘅資料，肝癌一直係香港常見癌症之一。每年香港大約有1000幾宗肝癌新症，而喺癌症死亡原因排名上，肝癌長期位於香港，最致命癌症前列。喺男性癌症死亡原因當中，肝癌更加係主要殺手之一。點解肝癌死亡率會比較高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多患者發現時已經唔係最早期，因為肝臟有一個特點，佢係一個好忍得嘅器官。肝臟本身有好強嘅代償能力。簡單講，就算部分肝臟功能下降，剩低部分仍然可以繼續工作。所以早期肝癌有時身體未必會發出明顯警號，等到出現明顯症狀，例如肚脹、食慾下降、體重下降、容易疲倦、黃疸、右上腹不適，有時病情已經比較進展。所以肝癌其中一個關鍵字就係早期發現。堅叔覺得肝癌最可怕嘅地方，唔係佢一定治唔到，而係好多時候佢唔會一早提醒你。例如皮膚受傷，你會痛；胃唔舒服，你可能會察覺。但肝臟唔同，肝臟冇明顯痛覺神經，所以有時腫瘤慢慢生長，患者未必第一時間感覺到。呢個亦係點解醫學界一直強調高風險人士需要定期檢查，尤其以下幾類人士。第一類高風險人士，乙型肝炎帶菌者。香港以前乙型肝炎感染率比較高，根據衛生防護中心資料，香港目前仍有相當比例人口屬於乙型肝炎帶菌者。慢性乙型肝炎會令肝臟長期受到炎症影響，時間長咗可以增加肝硬化同肝癌風險。所以乙型肝炎唔代表一定會變肝癌，但如果有乙肝就一定要定期跟進，包括肝功能檢查、病毒量監測、腹部超聲波、甲胎蛋白 AFP 等相關檢查。呢啲檢查目的唔係話一定認到癌症，而係希望喺較早階段發現問題。第二類，肝硬化患者，第二個重要因素係肝硬化。肝硬化意思係正常肝臟組織長期受損後形成纖維化，常見原因包括慢性肝炎、長期酒精傷害、部分代謝疾病。當肝臟長期處於受傷同修復狀態，就增加癌變機會。所以好多肝癌患者其實背後都有長期肝臟問題。第三類，脂肪肝，呢一點近年越來越多人關注。以前大家講肝病，可能第一時間諗飲酒，但而家都市生活模式改變，脂肪肝亦成為重要因素。食得太多高熱量食物、缺乏運動、肥胖、胰島素阻抗，都有可能增加脂肪肝風險。而部分脂肪肝患者可以進一步發展成脂肪性肝炎，甚至肝纖維化。所以唔好覺得脂肪肝者唔嚴重。肝臟健康其實同日常生活習慣非常有關。其實過去香港亦有不少公眾人物曾經因肝癌離世，例如沈殿霞2008年因肝癌相關疾病離世。另一位香港著名導演羅啟銳亦曾公開患肝癌，最終於2022年離世。呢啲案例令好多香港人更加關注肝癌，因為大家會發現癌症唔一定只發生喺年紀大、生活唔健康嘅人身上，即使係平時工作忙碌、外表正常嘅人都可能面對健康挑戰。當然，每個個案背後原因都不同，我哋唔應該單靠一個案例去判斷疾病。但佢哋提醒咗大家一件事：健康檢查同風險管理好重要。咁肝癌係咪冇得醫？堅叔覺得
呢個係最多人誤會嘅地方。肝癌唔代表一定冇希望，關鍵係發現階段、腫瘤大小同數量、肝功能狀態有冇轉移、有冇治療選擇。早期肝癌如果符合條件，可以考慮手術切除、局部消融或者其他根治性治療。而較進展嘅肝癌，近年治療亦有好多發展，例如標靶治療同免疫治療等等。尤其近年免疫治療發展，亦改變咗部分晚期肝癌患者嘅治療方向。例如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已經成為部分晚期肝癌治療方案之一。但最重要係唔係每個人都適合同一種治療，要根據肝功能、腫瘤、特指、身體狀況，要由醫生制定方案。堅叔成日講，癌症好多時唔係等你痛先處理，因為好多癌症包括肝癌，早期可能冇明顯感覺。所以真正重要係知道自己風險。如果你有乙型肝炎、肝硬化，又長期大量飲酒、嚴重脂肪肝，就應該同醫生了解需唔需要定期檢查，唔好等身體發出警號先開始理。日常可以點保護肝臟？第一，控制體重；第二，保持運動習慣；第三，減少酒精攝取；第四，均衡飲食，多蔬菜，減少加工食品；第五，了解自己有冇乙型肝炎，唔好因為冇症狀就當冇事。最後，堅叔想總結今日內容：肝癌之所以令人害怕，原因唔係因為佢一定冇方法，而係早期症狀唔明顯，同埋部分患者發現時已經比較進展。肝臟健康同生活習慣、病毒感染係一有密切關係，但醫學一直進步，由以前主要靠手術，到而家有標靶、免疫治療等等更多選擇。堅叔以前覺得健康係等有事先處理。但經歷過癌症之後，我先明白身體平時發出嘅小信號，其實都已經值得我哋去重視。我係堅叔，呢度係癌友茶記，下次再同大家坐低飲杯茶，講多啲癌症路上真正重要嘅事。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俾更多朋友啦。